小朋友古水的舞蹈当中，志国区三国国小八栋新建校舍正式落成启用。台南市长黄伟哲、教育局长陈新辉、立委陈廷辉以及多位议员贵宾，见证学校历史的重要时刻，共同为新建校舍剪彩启用。老旧校舍改建是一个既定的政策，但是要改建成怎么样？我们看到35国小的校舍改建很漂亮，是非常具有特色。所以呢，伫遮非常感谢，总共开5700万，5700多万，有中央的经费，嘛有地方的经费吼。三国国小创立伫民国39年，到今已经超过70档。八栋老旧校舍经过鉴定，内情能力不足，市府为着落实校园安全，提供师生安心学习的处所，决定拆除重建，为130年3月开始动工，经过2档将伊完工。那我们的新校舍呢，可以看得出来，就是2层楼的钢筋混凝土的一个构造，它的形式是法式基础，那建物的高度有12.2公尺。那本案呢是由张义林建筑事务所所设计建造，由允成营造有限公司承包建造工程。那校舍改建呢，我们是突破以往的这个校舍的规划思维。将校舍空间做最有力的运用跟释放。透过校舍改建，让教育空间资源重新活化再利用，提供学生安全舒适的受教环境。教育局表示，期盼校长未来会当持续扩充甲争取各项教育资源甲设备，为学生提供一个优质的学习场所。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。